由珍宝和琉璃等各种珍宝镶嵌庄严的黄金大地，如手掌般平坦、宽阔、舒适、柔软且富有弹性，远离悬崖峭壁等二境，一切境地富丽堂皇，难以思议。即八功德的水潺潺流淌，且发出悦耳的水声，五颜六色的鲜花遍满所有海湖，即为极乐世界。广阔无垠的大地中央，以往昔诸佛菩萨之殊胜愿力所成的珍宝无量宫，无垢且光明，外四门具足空性，无相、无愿、无极，是解脱门。宫殿四角具足四念住，位于四角，由无数珍宝镶嵌，出于宝瓶的外珍宝八柱具足八圣道，
12层阁楼具足集喜地等12地及12金函法宝。阁楼上有圆满一切众生心绪的法轮，具足大慈的黄金铃铛及雌雄双鹿。阁楼面由各种曼妙天衣、华盖、幡装等庄严，圆满坛城后进入白度母如意轮的坛城。옴지 즈마 파마 드마라 차젤로 찬자 드마 따레밤 도다 라이 지규세마 도레 되는 탐제데마 소가 얘기제라 라디 옴 따레 두 따레 두레 소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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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옴 따레 두
观想广阔无根的大地上有一片大海，海中央有一棵如意树，树梢上有4朵白莲花，中间的莲花上有上师，前方的莲花上有本尊度母如意轮及众眷属，右边的莲花上有佛陀，后方的莲花上有正法金函，左边的莲花上有圣者生宝，自己皈依等殊胜福田。要如何发心呢？不应以烦恼之心修持此修法仪轨。首先，让自己心中不生起嗔心二意，心生悲心或发起菩提心。下等的供品不可供养本尊，故应加持供品转为甘露本性。之后思维空性，是空性中显现白色的嗡字，嗡字化为广大的珍宝容器，容器中央的白色嗡字发出白光，光芒化为气供遍满整个虚空界。观想自己刹那转为自尊度母如意轮，心间白色月殿上的白色当字发出犹如铁钩般的光芒，引请诸佛菩萨环绕的自尊度母于自己近前，随后光芒收摄于自己，作以礼赞。持菩萨戒，为了利益可怜的众生，我并非仅有想要修持白度母如意轮的心念，而是于本尊坛城众尊前立誓受持菩萨戒。我们要产生四无量心：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观想万法皆空，空性中邦字化为白莲花，莲花上的阿字化为月轮，月轮之上有自心本性的当字，当字发出光芒，尽除众生的罪障，并供养三宝。此时光芒回射，当字的光芒越来越广，化为白度母如意轮，一面二臂，右手持施与财宝和悉地的圣施印，左手捻着莲花花根，于耳边绽放出3朵莲花，中间的莲花盛开，右边的莲花成果，左边的莲花含苞待放，代表过去、未来、现在的三世佛，且象征成佛
须依佛母度母，亦象征众佛弟子之母为尊度母，绸缎和珍宝庄严度母周身，身体笔直，背仪月轮，双腿金刚瑜伽而坐。观想诸佛加持自身为尊度母，额头的白色嗡字，喉间的红色阿字，心间的蓝色吽字，分别代表佛的身、口、意。观想自己心间的白色当字散发光芒，发出如铁钩般的光芒，从白度母的刹土南方普陀引请，诸佛菩萨环绕的自尊度母于镜前，并融入自己。观想自心间的白色当字发出光芒，引请怀柔五方佛，并祈请为我赐予灌顶，长寿本尊诸众的宝瓶亦被智慧甘露充满，诸佛以甘露水为我灌顶，令我的身体所有垢障得以净除。梵顶余下的甘露水化为无量光佛的形象，注于头顶。一面二臂，双手结定印，印上持有充满无死甘露的金宝瓶，绸缎珍宝庄严着周身，双腿金刚瑜伽而坐，心间有一红色的誓字，向自身所观的白度母如意轮坐以供养，思维万法皆空，空性中显现白色的嗡字，嗡字化为广大的珍宝容器，容器中央的白色嗡字发出光芒，化为七供，充满整个虚空界，供养镜前的诸本尊。观想自心间的白色当字发出光芒，化为供养天女，向自己供养，令自心稳固，心中升起自己已然是白度母如意轮的真实定解。这样的定解越稳固，功德和地力就会越大。明观自身白度母如意轮的心间有一轮光芒所成的八幅白法轮，中轴和外周有5层。中心月轮之上的白色当字，自前向右依次从嗡字到哈字顺时旋转，并自然发出咒音，从大字到梭字各住于法轮的8个轴。最里边的法轮外周有阿利咒语右转，并自然发出咒声。第2层外周有嘎卡嘎纳等34个字母右转，并自然发出咒声。第3层外周有缘起咒右转。第4层外周有蓝色金刚杵围绕，体之外周围绕着5种不同的颜色。Om Dare Tu Dare Ture Mama Ayu Puyin Jana Putin Guru Soha Dare Tu Dare Ture Mama Ayu Puyin Jana Putin Guru Soha Dare Tu Dare Ture Mama Ayu Puyin Jana Putin Guru Soha Dare Tu Dare Ture Mama Ayu Puyin Jana Putin Guru Soha Dare Tu Dare Ture Mama Ayu Puyin Jana Putin Guru Soha Dare Tu Dare Mama Ayu 恢复寿命。誓字发出犹如铁钩般的红光，照射十方，
从恶人或者非人处将自己的寿命勾召回后，融入长寿宝瓶中，充满甘露的宝瓶向外溢出，融入自己的身体和咒轮，观想罪障得以净除，寿命得到恢复。若是身体的5大衰败所引起的障碍，我们要观想从5行中由释字发出的光芒照射寿命。释字发出犹如铁钩般的红光，照射十方，照射空大，发出蓝色光芒，将寿命勾扎回长寿宝瓶中。释字发出犹如铁钩般的红光，散发十方，照射风大，发出绿色光芒，将寿命勾扎回长寿宝瓶中。释字发出犹如铁钩般的红光，散发十方，照射火大，发出红色光芒，将寿命勾扎回长寿宝瓶中。释字发出犹如铁钩般的红光，散发十方，照射水大，发出白色光芒，将寿命勾扎回长寿宝瓶中。释字发出犹如铁钩般的红光，散发十方，照射土大，发出黄色光芒，将寿命勾扎回长寿宝瓶中。充满甘露的宝瓶向外溢出，融入自己的身体和咒轮，罪障得以净除。现在观想5大行得以恢复。恢复福德，释字发出犹如铁钩般的红光，散发十方，将天人和非天等的福寿勾扎回长寿宝瓶中。充满甘露的宝瓶向外溢出，融入自己的身体和咒轮，罪障得以净除，福德得以恢复。恢复誓言，释字发出犹如铁钩般的红光，散发十方，照射诸佛菩萨的心间，身与意的加持融入宝瓶中。充满甘露的宝瓶向外溢出，融入自己的身体和咒轮，罪障得以净除，誓言得以恢复，心中升起已然获得无死受悉地的定解。诵持100遍咒语后，如是观想，头顶上旋转着一轮天铁所铸的白色8幅法轮，如头盔般向下覆盖，且顺时旋转。此时燃起熊熊大火，将一切魔障犹如羽毛降入火中，瞬间被烧为灰烬，自他一切众生不被内害而住。心间当自为首的咒轮发出白色光芒，犹如千月同时发光，充满全身，内在的一切罪障得以净除，光芒从毛孔中向外散发，于法轮一公处化为白障，观想一切习业得以成就。心间的咒轮发出如纯金般的黄色光芒，充满全身，一切福寿智慧得以增长，光芒从毛孔向外散发，与白障一公处化为黄障，
观想一切真业得以成就。心间的咒轮发出犹如珊瑚般的红色光芒，充满全身，一切内外情气世间得以降服。光芒从毛孔向外散发，与黄障一公处化为红障，观想一切华业得以成就。心间的咒轮发出蓝色光芒，充满全身，一切不顺缘得以消除。光芒从毛孔向外散发，与红障一公处化为蓝障，观想一切灭业得以成就。心间的咒轮发出绿色光芒，充满全身，一切殊胜和共同的悉地瞬间得以成就。光芒从毛孔向外散发，与蓝障一公处化为绿障，观想一切事业得以成就。心间的咒轮发出紫色光芒，充满全身，一切悉地得以稳固。光芒从毛孔向外散发，与绿障一公处化为紫障，观想一切加持和事业得以稳固。六顶光障的形虽如一个蛋，却固不可摧，节风亦不能摧毁。观想所有间隙处都开满新绽放的蓝莲花，争奇斗艳，欣欣向荣。心间当自发出光芒，照射一切情气世间，气世间的一切化为光芒，融入紫障中。紫障融入绿障，绿障融入蓝障，蓝障融入红障，红障融入黄障，黄障融入白障，白障融入法轮障中，法轮障融入自身度母，度母融入心间的咒轮，咒轮融入当自，当字融入当字的中间字母，中间字融入当字上的月牙符号，月牙符号融入月牙上的明点符号，明点符号融入明点上的那达符号，最后那达符也融入空性之中，在空性中长时安处。空性中自身化现为度母，梵顶上有嗡字，喉间有啊字，心间有吽字的身语意三处相。现在念诵百字明咒，慢慢结束观想。